主后2023年2月12日，三个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做伙来听读《士师记》18章18节到26节。迄5个人入去米迦的厝，摕雕刻的神像以弗得、家族神像甲主的神像的时，祭司问因讲：恁咧创啥？因甲伊讲：点点，毋通讲话，缀阮来去，做阮的师傅，阮的祭司。你做一个家族的祭司较好，还是做以色列一个支族、一个宗族的祭司较好？祭司真欢喜，就摕以弗得、家族神像甲雕刻的神像，甲遐人做伙去。因就出发离开遐，互囡仔精生财物做头前。离开米迦的厝已经真远，米迦住伫伊的厝边，对日等的人。因大声喊等的人，等的人回头问米迦讲：你住日遮人要创啥物？伊讲：我做的神明，请的祭司，恁拢甲我带去，我要剩啥物？你若要得问我讲，你要创啥物？等的人甲米迦讲：你甲我踮去，则免歹性地人甲你攻击，你甲恁全家拢会无命。等的人就做因去，米迦看到因比伊较强，就活转身倒去因兜。以上。参孙是士师记所记最后一个士师，毋过伫以后还有其他的士师。咱知影，撒母耳是一位士师，而且是以色列史上尾一个士师。伊也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这咱伫读撒母耳记的时阵会阁讲到。士师记17章到21章有讲到两个伫士师时代发生的故事，只是无讲迄阵士师是啥人伫做。伫17章到18章讲米迦的偶像，19章到21章讲便雅悯人差一丝仔就灭族的故事。这两个故事拢甲利未人、以法莲山区以及犹大的伯利恒有连带的关系，也拢讲到讲，这是因为当当时无王无政府状态，所以逐人照因家己想家己对去做，结果社会败坏混乱。这两个故事发生的确实的时间，伫士师的时期大约是啥物时阵嘛袂当完全断定。头一个故事咧讲到米迦的偶像，若像是发生伫士师时代的初期，因为讲到迄个利未人做但的支族的是摩西的囝的囝是孙，名叫做约拿单，18章30节。大先咱来看士师记17章到18章记载关系米迦的偶像这段的故事。第一小段是伫17章1节到6节，遮讲米迦的形象。米迦是住伫以法莲山区，所以有可能是一个以法莲支族的人，毋过并无讲伊徛起的城镇确实的位置。大先讲到着米迦伊甲因老母头体一大笔的银仔，是1100块银。咱若看伫故事中，米迦后来有支付
利未人一年的工资是10块银仔，咱就听好看着讲1100块银，听好请一个祭司110年，可见这是一笔非常大可观的现金。对遮咱嘛通看到讲米迦的家族伫当地是好业人。米迦因为听因老母伫咒忏查拉布，伊惊讲家己会互咒诅应验伫家己的身上，就去甲因老母自首，也甲即个银仔行义。伊老母竟然学了家己的囝。这个做贼的真老实，佮求上帝赐福伊，也讲要将这110块的银仔全数奉献互上帝，也对这个中间摕200块的银仔打造2仙神像，一仙是用雕刻的，另外一仙是铸造的，下放伫米迦的厝。伫第5节。有讲米迦伊有一间神庙，伊搁做以弗得甲家族的神像，放伫迄内面，也对伊个囝中间设立一个做祭司。这是咧讲伊所经营的是比神坛搁较大的庙宇。迄内面除了有2仙神像以外，还阁有家族的神像甲以弗得。家族的神像。是以色列人祖传落来的遮个家族信仰的物件。咱伫创世纪有读过雅各的某吕结偷摕因老爸拉班的神像。虽然雅各伊有带家族拄偶像，毋过其实嘛毋是讲介成功。约书亚伫晚年的时阵，也带以色列人立志。独独服侍上主，无要拜其他任何偶像，包括家族的神像。毋过，到伫即个士师的时代，甚至扫罗王的家也有家族的神像，差不多是即种家族神像无法度完全断根。伊阁有以弗得，以弗得其实是大祭司。圣衫，士师记传伊尾仔伊有著作以弗得的圣衫，毋过即个代志也引起以色列人因拜偶像犯罪得罪上帝。当伫遮米迦也效法基甸，也做以弗得的圣衫，这也是咧拜偶像。米迦的神庙。也有其他的神像，遮个嘛有可能是当地迦南宗教的神明。对遮咱通看到讲，米迦的家族甲因所住的地区是也拜上主，也拜迦南神明，佮家族的神明，南参插多神混合的即个新宗教的信仰。第2段伫17章的第7节到13节，有一个利未人，暂时住伫犹大的伯利恒，总是伊四界流浪，目的是要找一个会当较稳定徛起生活的所在，所以就来到以法莲山区米迦的厝，伫遐受米迦的礼遇。虽然伊还少年，毋过米迦留伊做伊的师傅，做伊的祭司，佮逐年互伊有一笔的谢礼，佮一套的礼服，也提供伊食米较大的所在。米迦也看即个少年人。听伊好款待伊，袂输是家己的后生。迄个少年的利未人答应，米迦也掠做讲伊安尼会当捡到一个利未人
来做伊诶祭司，这是上帝诶赐福。毋过咱对摩西诶律法，咱知影讲，这拢是违背律法，是乱世来黑白做诶异端。因为以色列人因袂当拜偶像，嘛袂当为家己雕刻偶像，搁利未人除了阿伦家族子孙以外，其他诶也袂当做祭司。也有就是讲，因除了会幕圣所以外，嘛袂当有其他即个敬拜即个中心所在。可见米迦甲即个少年利未人，拢违反这个戒规。第三段是18章第1节到第6节。遮讲到着即个利未人诶祭司甲但支族诶争谈诶故事。迄当阵啊，士师时代，非利士人住伫甘地往地中海平原诶地带，而且非利士人愈来愈强盛，甚至后来伫扫罗甲大卫做王诶时，非利士人成做以色列人上界主要诶敌人。扫罗是死伫甲非利士人征战诶时，大卫也经过真长诶时间才征服非利士人。伫士师诶时代，但支族分配到诶土地是靠近地中海沿海平原诶土地做因诶产业，因为遐原本就是非利士人诶地盘，搁非利士人愈来愈强大，不断扩展因诶势力范围，加上但支族东边是阿摩利人住伫遐，因也真顽强，所以两边压迫下面，但支族生存诶空间局势愈来愈歹。因为这缘故，但支族诶人就想要另外找一个新诶所在来重新发展。因也对本基地索拉伊什德咱伫进前咧讲士师参孙诶时阵，知影讲伊是一个但支族诶人，伊出世生活动主要诶范围也是伫索拉伊什德一带。但支族诶人派5个勇士向北去，来找新诶迁居地。因大升到以法莲诶山区，伫米迦诶厝休眠。可见米迦诶厝真大真阔，嘛有可能是经营即个旅店旅社，互南来北往诶旅客通方便伫遐来休眠休困。即5个但支族诶勇士，因是做侦探负责收集情报资料，所以也比较较有敏感度。因认出即个利未人诶口音是伯利恒人，就问伊讲：你来遮创啥？谁带你来？你伫遮有甚物好处？利未人也详细甲因讲，伊伫遮是咧做米迦诶祭司。迄5人就请求伊问上帝看因即回出来诶任务是毋是会当顺利完成。利未人讲会，这谈话也为着日后发展种下变数甲后根。第4段是讲到但支族来抢夺米迦诶神像甲祭司，18章诶第7节到26节。迄5个勇士继续向北侦探，看到住伫拿翼诶西顿人，因住诶土地开阔，物产丰富，搁以势无争，平安徛起，而且因甲其他诶西顿人也住诚远，无甲外界诶人有甚物来往。
所以因就转去回报即个消息。了后，但之族就派600个军队以及因的家眷甲遮个精神财产出发，要去攻占拉叶做新的但的产业地。当然，大圣因来到伫即个米迦的厝，因就伫遐抢劫夺取米迦神庙内面的神像、家族的神像甲以弗得，佮顺续将即个利未人的祭司带走。但之族除了即600个军队以外，还佫因的母囝情生做伙行，所以这是一队牵线移民团。因离开米迦甲伊的厝，即个米迦就带伊的厝边来对峙但之族的人。毋过但之族的人恶加加、歹怪怪、歹称称，甲伊恐吓。若米迦毋放因煞，因就要爱伊的性命。米迦看拍袂赢，因鼻仔懵咧，就只好转去。迄个利未人讲起来是一撮伦理道德，这道德也拢无。因为但之族的人抢伊的雇主，伊竟然做正代志，就是甲这物件甲款嘛做伙去。18章20讲，祭司真欢喜，就摕以弗得家族神像甲雕刻的神像，甲遐人做伙去。这实在是乱七八糟，真正是内神通外鬼，规组害了了。第二段是18章27节到31节，这是但之族攻占拉叶，佮改名做但。但之族的人因攻占拉叶，杀遐人，因为因拢无甲外界的人有啥物往来，所以也无援军通帮衬因，实在是真可怜，嘛真悲惨。但之族人重建来城，改名叫做但。因伫遐服侍米迦的神像，也请迄个利未人甲伊的子孙做因即个之族的祭司。18章30节，圣经讲，迄个利未人竟然是摩西的孙结顺的囝，叫做约拿单。对遮咱通看着讲，这实在是真枉然真了然的代志。咱来看即个圣经的地图，伫倒手边这是以色列即个约旦河西边的土地吼，画一条红线，伫顶面。迄个拉叶呢，后来改名叫做但吼，伫即个地骹靠近犹大，伫以法莲地骹即片的土地是但的土地。好，咱看即个伫正手边遮有考起来的所在但吼，有索拉甲伊实德，这是因最主要的产业的本基地，了后有画一条红线，对顶面去哩，有看到讲，以法莲的山地吼，所以因对派探子对这以法莲的山地去哩，伫遐来拄着米迦家族甲即个利未人祭司安尼。好，咱看即个第2张的地图是。较北边的所在，拉叶后来改名做但吼。咱搁看伫倒手边的悬顶，伫地中海的沿海地带，遐有一个西顿吼。即个拉叶
原底遐大诶人是西顿人吼，毋过呢吼，因甲其他诶遮诶西顿人并无那往来，所以即个所在就变成做孤立无援。书记，咱伫即个17章到18章，遮对咱有啥物教示？咱通学习到啥物？头一个咧讲到着讲异端，异端就是错甲离谱、偏差诶信仰。以色列人因出来吉了后，伫旷野流浪将近40年，伫迄中间，上面以色列人因经历侪侪上帝新约奇事，也领受摩西10条诫，甲即个律法也规范因诶信仰甲生活诚做准则，阁有会幕约规。祭司甲利未人帮助因安怎通过规律阁四正诶信仰生活。按理讲，因诶即个信仰甲生活若会当好信靠上帝，遵守律法诶教示，无论伫信仰也是社会生活，拢通真正幸福美满、平安阁幸福，嘛通得到上帝大大诶祝福。毋过竟然伫士师记第2章第10节到13节遮讲到着讲，伫约书亚甲因迄一代诶人拢死了后，后一代诶人起来，因毋捌上主，嘛毋知上主为着以色列人所做诶事，就气杀上主，拜偶像，惹上主受气。这就是士师时代诶写照。今日咱所读士师记对17章到21章，伫即两个故事称作是士师记的附录。咱通看到因离开上帝了后，规个民族甲社会对立败坏，也连想都无法度去想象遐个歹代志也做会出来。原本信仰是对伫个人、对伫家庭、家族、支族，到整个民族社会，信仰就是上界要紧中心的调节是坚固的地基。毋过当因拜偶像，毋管是外族的神明，还是家族流传落来的神像，甚至是假上主，就是幼德。还是讲滥掺杂的遮个新的宗教，遮个拢是异端。异端就是错甲离谱、偏差的信仰。毋管因对即种异端的信仰是偌尔热心地服侍、敬拜、侍奉，对纯正耶和华上帝的宗教来看，遮个拢是假，就是拜偶像是大大得罪上帝的歹事。圣经伫箴言第4章23节讲，着尽力保守你的心，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咱着保守咱的心，守条主纯正的信仰甲真理，无受异端偏差的信仰引诱甲欺骗，才会当牵条伫主活命的道路。第二，信仰是照圣经的教示甲教会的传承。信仰是着照圣经的教示甲教会的传承。教会传承是咧讲到着对使徒所传落来的遮个信仰的代志。米迦是以法莲人，咱对圣经知影，以法莲是约瑟的后生，是约瑟奉埃及王主分伫即个埃及人希利波里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查某囝阿舍纳所生的囝，另外一个囝是马拉西，所以
约瑟的丈人是即个埃及宗教的祭司。咱毋知影，也无法度确定约瑟的丈人家族对约瑟子孙伫信仰顶面即个偶像崇拜的影响到底有偌深？米迦家族的声名是毋是甲即个有关联？咱嘛袂当完全确定。总是呢，米迦家族的形象的确是一代传过一代，传几啊代。米迦甲伊的老母以及规个家族，因伫信仰上，咱通讲是半信兄半信姐。因也要拜上帝，也要服侍家族的神明甲其他的偶像。因采取的是多元宗教，多神信仰，包含包容的主义吼，所以呢，这是一种新的宗教。即款的宗教就是家己想家己对，家己安怎做，认为安尼就是对安尼。这就好亲像是包汤仔衫的毒药的信仰。这嘛咧提醒咱，基督教的信仰是为定军甲持守圣经做独一的信仰根据。另外也是透过使徒所传承落来的教会，伫信仰的团体伫实践听主甲听人亲像家己，离开圣经甲教会，搁家己想家己对的信仰，这甲米迦家族宗教实在是大同小异，爱正细致。第三讲到着服侍，服侍是毋通求名处理。服侍毋通求名处理。摩西是耶和华上主宗教的创立者。虽然自亚伯拉罕的时代，以色列人的开基祖就咧信仰上帝，毋过到伫摩西领受10条诫，佮颁布律法，去做会幕，定祭司甲利未人做全职的神职人员，才互即个信仰成做一个有组织化的宗教。通讲，摩西伊的贡献甲伟大的地位成就是无人通取代的。总是摩西的孙约拿单甲伊的子孙，竟然去杀摩西的教士甲教规戒律。利未人毋是阿伦的子孙的，袂当做祭司，因竟然担当祭司的职，是在正月即个神职的身份。佮约拿单是一个倒位有人请薪水会当出较较悬，福利搁较好，就对人去。伊的目标就是求名处利，伊优先顾伊的腹肚，较赢地顾佛祖。这实在是真无骨气，也无价。所以约拿单甲伊的子孙伫圣经的中间，就真做万世留臭名，真毋值。当然，伫教会做牧者的，也无应该过头看重伫社礼的关系，也是讲福利好歹，真做伊选择教会牧会主要标准。另外，伫教会中做任何教会服侍的工，也毋通贪图虚名，是计较毋知是毋是有好康的通体才要做服侍。最后所讲讲，咱爱看无家己，举家己的十字架来跟对伊，若无就不配做伊的学生甲信徒。愿咱伫信仰坚定，学习圣经，遵行主的真道，伫教会生活热心听主，伫社会生活认真听人。愿主上帝诚做咱的主，咱的王，看顾掌管咱的一生。咱做伙来祈祷。
主啊，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伫今仔日圣经中间看到，伫士师诶时代，虽然是真混乱，毋过也透过安尼，主你要甲阮讲，阮着爱伫信仰学习圣经诶真道，遵行主诶话命诶道理，伫教会生活，阮热心听主；伫社会生活爱认真听人。愿主你也诚做阮诶主，诚做阮诶王，掌管阮诶一生，看顾引带带领阮诶一生，献上祈祷，靠耶稣诶名，阿免。上帝会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诶，就照伊所运行伫咱诶权能，愿伫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